先来看风台风神的外围环流，甲东北季风加做伙，在北部甲东北部是开始咧落雨，气温嘛变低。拜一甲拜二，这桃园以北甲东半部雨势落愈猛。到拜三，虽然这风台已经离较远啊，不过东北季风阁会转强，时到这早暗拢会变阁较冷。 加做台湾跳沙包，连续遭落来连续落雨，东北季风带着水汽报道，这方面落雨明显。气象署发布大水雨特报，上北甲宜兰县、基隆、北海花拢爱严防大雨，拜起雨势会更加明显一点。周一跟周二这2天预期是未来一个礼拜降雨最多的一个时候，在整个雨区的话，迎风面的雨区会再度扩大，包括整个东半。 包括整个北部地区、东半部地区，在明后2天都会有大雨的现象出现。气象署表示，风神风台拜一到拜二相对上瓦近台湾，虽然无直接影响，不过外围水气甲东北季风强盘效应，形成的雨大下为北部甲东北部带来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。拜三起，虽然风台管理也不过东北季风甲加压大影响，这方面落雨继续，西北部会升到100，也有连续落雨，未来一礼拜天气拢无稳定。入秋以来，影响我们最强的东北季风。 紧接着又下来，它预计会从22号影响到24号。那因为这一波它伴随的这个低压带，所以说还是属于湿冷型的哈。未来一礼拜天气拢受东北季风影响，尤其桃园以北高温降温比顶礼拜大约有10度，其他各地早暗也偏凉。气象专家提醒，除了有感降温，沿海风影也会开始明显增大，大日小热天气形态已经告一段落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